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，讲台湾国小囡仔近视的比例有较悬，真有可能是课本内面的注音符号上细致有关系。敢是安尼生的？咱做回来了解一下。掀开国小2年的课本，想要看清楚内底注音符号，确实无这么简单。清华大学教授组组会研究团队指出，对小学生来讲，注音是学习心理上重要的符号。为着要看清楚，会更加挖近距离去看册，这真有可能就是真侪囡仔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国字字很大，注音符号很小，大人们对不对？国字我们都认识啊，但小朋友不认识国字，他必须被迫去看注音符号。注音符号小到变成什么？国字的1/8啊！小1、小2就要靠很小的注音符号来学习，注定我们会近视，而且近视会是全世界第一。眼科医生表示，依照目前台湾教学的时代，学生读册的时间比过去更真多，但是课本伤过细腻，对囡仔的目睭确实真吃力。以我们这个学龄的儿童来讲，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啦。那有些比较注重升学的学校的话，考试、写作还有阅读，这个都是重点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课程。那如果我们的字体都很小的话，这个近视一定会一直加深。今年过年假期长，再加上疫情的关系，真侪人在厝内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嘛增加，造成目睭无爽快。医生特别提醒民众要有适当的休困，才袂去影响目睭的健康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